發到咯，學到咯，唔單將係一句話，更加係一種行動咯。大家好，我係嗰本分享書刊福氣來咯。今日兩個人採貼鄉親好朋友呢，佢來到現場來同大家分享佢自家嘅故事，佢樣辦將前面嘅句話當作佢自家嘅生活理念咯。今日來分享我哋今日嘅好朋友顏英姐。主持人，大家好，我是來自潮州的張顏英。歡迎顏英姐來到我哋節目裏邊哦。顏英姐，我哋睇每樣嘅故事之前，我係先強調一下哦。自家本身係對潮州人嘛，潮州嗰邊嘅地下講有幾多嘅河洛人啊、漢人。自家本身係漢人還是河洛人啊？我哋是漢人。漢人哦，不過我聽安尼嘅口音同安尼樂隊嘅口音冇嘛共用哩。唔係，我哋大家潮州吼，同樣打河洛人幾多。哦。同河洛人都講河洛，同客家人都講客。我啲啊，不過人嘅口音，實在有失敗唱嘅北部嗰邊人講北部嘅客哩。我哋是苗栗大人。我哋講嘅是饒平，饒平來也唔曉得講。你太久誒，聽唔到嘅咧。唔係，我爸爸四歲都落來。係我爸爸四歲落來，佢都唔曉得講嘅，嗱，也冇辦法講。嗰種人更加講嘅係人哋試驗嘅，唔過是口音上去失敗，輸到嘅潮州嗰邊嘅影響啦。都談嘅事曉得講，安尼都好嘅。係啊，唔過其他係算厲害呢。唔睇潮州，韓西都睇睇潮州嘛，嗬。工作唔頭擺喺睇潮州在做乜嘅呀？頭擺我哋都做酒店嘛。我哋買酒店沒有？哇，你買一久嘅呀？40人。40人咯，安尼幾久嘅呢？喺自家一年前買嘛，還係同6人？6人。40人攏喺潮州嘛，應該培養嘅幾多千好嘅人客吧？係。有嗰種很細細事都睇。有哦，出各種嘅事啊，嗬，嘅後生嘅都打球咩嗬？學校同人哋聽。比佢哋嘅比賽打球嘅人吼是點心，佢後生嘅來我講，老闆娘，你認識我冇？人講，嗱要見看啦吼，你嗰種嘅條白頭嘅打球嘅後生嘅吼，講係啊，人點喎，我哋生意咧都安泰嘅咧。嗰時候佢韓式睇打球嘅時間做4年咧做掉，結果佢睇咗之後，帶佢哋咧生意過得很成功，滿講很認識佢。係啊，哇！安尼剛講，人佢唔會講，哎呦，伊下班下按4年生意咧看到佢睇，佢唔習慣。都人家嘅後生嘅生意咧都安尼腳落嘅。不過真是係一種幾好嘅感情啦。如果工作都安尼嘅話，人除了賣酒店之外，你還有做其他嘅工作嗎？有啊，有鋼鐵啊。鋼鐵哦，哎呦，後擺是有種帆條啦，哈，有種紅豆，還有水稻，都安尼。種係幾有幾多呢？係啊，後來吼，我都見上啦，吼講，我都去問嘅推廣局嘅局長，我講嘅總局長，我哋家嘅吼，唔知為咗種乜嘅過好呢？佢講某人都來教入嘅31班嘅水果班，我講好啊，我都安尼都教入嘅，100年嘅事教入嘅。嗰時好市民人種嘅東西，其實種喺後輩時間都想講，其實還可以試看下先種乜嘅，用唔啲愛種乜嘅，嗰時候去搶購嘅農會，今年都推薦人教入嘅水果嘅產銷班、生產班嘛，嗬。嗰時間教入之後，結果唔能選嘅水果種嘅係乜嘅？嗰時吼，水稻吼，過去來時啊吼，都種紅條嘅嘛吼，種紅條嘅都同嘅水果嘅小條嘅苗吼，都種落去嘅，嗰都100年嘅事啊，100年嘅事。100年嘅時間種開始種嘅水果，都種嘅榴蓮蜜。榴蓮蜜哦，榴蓮蜜，佢到底係榴蓮還係乜嘅水果呢？榴蓮蜜佢是菠蘿蜜嘅縮小版，但是佢吼吃起來同菠蘿蜜色彩冇共用。係哦，當安尼分享係講佢係菠蘿蜜嘅改良版錯嘛？佢有比菠蘿蜜嗰些，你外形上係同菠蘿蜜共用嘛？還係同榴蓮共用？佢有嫩，嗰度嘅嫩。其實同菠蘿蜜共用有啲嫩。
嘿，啊，其个皮骨朴，啊个菠萝蜜其个皮骨喷，无共用。哦，侬不会看看来差别迄题啊？伊咧国泰，伊咧国西，伊咧皮喷，伊咧皮朴。打开来喏，我记得印象底杯头摆啊，我们食个菠萝蜜的时间，打开来佢清咸呢，啊有个榴莲咩共用吗？无买盐。嘿，清河坡。啊，其吼，吃起来比都有个榴莲的米丝啊，吼。伊吃起来有榴莲的米丝。啊，比榴莲有好食。哎呦，迄够甜，够甜。那你要讲榴莲已經夠甜的呢，佢還比榴蓮還夠甜哦。榴蓮吼，佢無咁甜，榴蓮咪夠甜。哎呦，啊，其個吼種子又做得食啊。啊，因的是做得是外地，以前菠蘿蜜咧因的也做得是的啊。啊，不過安尼一般的人食還係其個果肉嗰度嘛吼。是果肉，啊，其個因的迄種的是，直接連個果肉強下身呢，也係講佢會處理過啊。會處理過，會濕過。會濕過。係會濕過。哦，啊你具體食的時間啊，佢講您調到人真有講佢將榴蓮共用嘛吼。啊，其實下一時間會唔會將榴蓮共用太香？因為人哋而家講有啲人對榴蓮那個味道吼，親唔關係係講因為太香誒，睇個皮到香到吼，睇個皮到時間貼一塊皮到會感覺會粗。但是佢咪是冇嘅榴蓮吼，安尼暗蟲啊，唔敢食咧，人都敢食咧呢。係哦。係。啊，你睇人總係有賣嘛？有啊。啊，人客食到會反應係用吧？食到喊不來嘛。有幾種貼一塊談到講，小姐講，有個係榴蓮咩，竟然會講到嘅冇，迄榴蓮呢？有個人吼講，有個是菠蘿蜜，我講唔係呢，我哋有個是榴蓮蜜嘅，冇共用呢，都安尼啊。啊，竟然可能有個人唔知嘛，啊，竟然會講，啊，唔會同人推薦，啊，竟然試下去之後都，真是都一試變主顧安尼嘛。係啊，係啊。哦，啊，你按神奇嘅榴蓮咩？唔貼喺種嘅時節啊，有貼喺快種冇？唔會。好種啊。好種，青菜種下一幾都會上嚟。對。青菜種佢都會打。啊唔是像人哋一般嘅果蔬啦，佢哋會撒藥嘅，也係灌椰皮料也得嘛。我哋椰皮料是有機，有機肥料。要講農用，我哋是冇噴。我哋是用光合菌。含有個環保酵素安尼。哦，啊，一個光合菌同環保酵素的部分，係你自家做哦？都自家做。哇，沒有買哦，哇，你這個係觀念暗好。光合菌吼，我去買個培養基啊。像個內埔的吼，洞片村啊吼，今年這片全部都用光合菌。今年專門喺推廣一個。對。哦，啊，唔過說過來買過來，自家去調整吼，去做。啊，你要個種出來榴蓮咩？差唔多用嘅種下去，都幾可以摘。差唔多會4年。哇，4年哦。會4年。哇，啊你冇想好種唔得種咧，因為你種下有4年嘅時間係冇熟成嘅呢吼。係啊。好啊，有法度好種買嗰種人家種下去差唔多2-3年咧，已經太嘅嗰種嚟種嘛。嗰鐵太嘅咩冇好種咧，嗰嘅緊條啊吼，要死迄個。哦，係哦。要細條嚟種能做得啦。鐵太嘅唔好種。哦，原來安尼。啊，榴蓮咩一個水果啊，其實係從各樣個嘅菠蘿蜜嘛，啊，佢會像菠蘿蜜嗰種，佢會上嗰種無鹽啊，又係講乜嘅片蟲開嘛？片蟲開都嘅葉蛾，安尼。哦，啊，嗰種係按用辦法處理，因為你真有講冇撒藥嘅呀，我用樹鳥風來也係用辦。呀，我哋都有做嘅黑將軍啊，吼，白將軍，都用安尼。以菌治菌去種這樣子。哦，像用也係用一種個天然的方式吼，去做一啲防治安尼啦。哦，你都唔會傷下體嘅，都唔會帶來乜嘅病蟲害嘅。哦，安尼一百個嘅樹成，更加種樣嘅菠蘿蜜種係1多條啊？105條啦，吼。啊，第1年吼都大嘛，吼。哦，都第2年吼。大青島嘅吼，哦，三了紅腿安尼，
一下高，是咧，全部团起来，对个跳团起来。哎呦，嘿，更加剩到3、4人跳。哇！哦，我看到安尼吼，我心都碎的。真是讲，像讲吼，到迄技术跳路线都已经过通了，超过一半的呢。超过一半啊！哦，我吼安尼看到安尼，差不多2个礼拜无去。唔相信的，看到都难过啊！后来吼，都想也无整理也做唔得啦，都整理啊好吼，又个空安尼跳摆个是迄个个榴莲米的蔬菜啊吼，规范我拄了种香蕉都安尼。种香蕉哦？种香蕉吼，香蕉种了1年都。做特殊的啊！哦，嗰时候唔用种香蕉同个菠萝蜜来做咧协调路错嘅啦，菠萝蜜其后个时间会过长嘛，系啊，香蕉过强，都有个蔬菜吼，过发咧我都种果里菜啦，种18吼安尼，7个10啊，也做点麦啊，嗰时候谈好来安尼，你这个种其实唔系做生意。其实爱讲，这个种的兴趣加减可以做自家的生活的收费安尼嘛。对啊，条班都讲哦，有种一系列菜啦吼，都10几个都条钱买做点要摆出来，要卖啊。观众朋友，人人在改善嘛哦，你看头摆按做的时间都买做点，更加含的港点中的按到无穷的水果抢出呢，见到精彩故事，休息一下，继续来过来同大家分享哦。现在其他个盐的地方，除了要特别的菠萝蜜之外呢，汉中的嗰度的无穷的菜啦，也系讲水果，尤其系香蕉。有个香蕉喺一般呢，也系有特别的呢，继续来请教佢吧。现在，除了菠萝蜜按特别之外啊，种嘅香蕉喺一般呢，还系特别的，也该问清楚了哟。都个苹果香蕉，另个香蕉哈，还有个佛手蕉，蜜蕉，蛋蕉。哇，谈好来都唔系一般的品种啊，唔见那种一种博物馆的感觉。种个安尼吼是有兴趣啊吼，都讲种落吼，本人送人啊，佢感觉讲安尼，佢安尼无抢用的东西，佢特别的礼物安尼啦吼。哦，你正佢讲的安度川吼，无抢的香蕉的品种啊，谈到有一种个特别的讲，另个香蕉佢到底係另个样的香蕉呢？係上一像另个抢用的香蕉吗？其实佢食起来吼，是有安尼18年啦，18米丝啦吼，佢外表都安尼黄黄吼，像苹果安尼，都会食啊。嗰種佢食方來有18個另個嘅米絲啊，腦杯外形看方來佢行喺香蕉啦，唔過佢嘅係色神嘛，顏色像另個香樣，佢係紅色的哦。係紅色的。真的假呀？真的啊。佢數個時節同含前數個時節，色神會變化嘛？唔會，佢要變黃。本來其實無按黃，會安尼18呢長長的吼。蘋果香蕉啊吼，佢油果的吼，佢都要變色，變黃色，會像個蘋果安尼。嗰種含前數個時節18代也係長色啦吼，佢偶爾也係講數個之後，佢都會就18紅色安尼嘅色成出來。看起來都清。貴昌講誒，看到吼，很討喜安尼啦。真實的呀，講像用香香的，哎呦，真實的呢，安尼粉，假使講佢面吼又無污點的吧，也個看好來貴醬呢，食好來又按好食，佢食好來，除了有另個的米絲之外，佢喺口的也係講有某個特別的口感嘛。
其实迄个都安尼过 Q， 无安尼绵绵。哦，都像安尼对面个小提琴的罗老师啊，哈，伊要看到我个苹果香蕉回来哈，伊一看到伊都夹夹过来买。啊，嘿哦，伊同我讲，呀，苹果香蕉很好吃呢。我说。唔用要甜咯，伊讲诶，我头摆头迄万旦国小的事啊吼，我有头家种咧，诶，有种过囡仔提供给好食啦。古时候给个先生，个年下系识货的啦，古时候生个地，啊，不过按呢，按许多分养嘅个另个工种，更加种个迄大也会少啊。人本来种人一条咧嘛吼，啊一条要种到1年，伊当要大。啊，佢种到1年的时候，佢个条都会产出来，产出来都人家含有2、3条安尼。哦，嗰个产量行去改少啦，全部都系限量嘅都做嘅。系啊，限量版嘅啊。你其他像佛手蕉啦、蜜蕉同嘅蛋蕉，今日外形啊，也讲口面上也系嘅更加无共用嘛吼。无共用。嘅蛋蕉佢都安尼。黄金色，安尼看迄个青桃石啊。哦，啊像乱共用细细安尼嘛。嘿，哇！啊，前面金黄色啊。哦，安尼也个蜜蕉喏，其实好来我改甜咯。蜜蕉青好食。嘿。啊，怎么个叫到蜜蕉？其实因为像蜂蜜的蜂蜜吗？有的人吼讲那个外国的香蕉啦吼，都要安尼。18酸酸啦吼，我人讲唔免迄我人家蜜蕉吼，清甜清好食啦。哦，不过也条工作的个部分用的啦，也条喺人家本的。个用的是头摆去同朋友买。哦，你就看到佢有兴趣讲，按贴片冇种过来吃看那些。都叫蜜蕉啊。个蛋蕉是我人个果树产销31班的给朋友本来。哦，嗰种有各种无共样来源都做嘅，唔种到更加也各有心得啦吼。系啊。唔过，假使讲有法度嘅话，唔会想讲同佢种啊像保良面叫讲种骨头无无法度啦，用来讲咧。像你等人做吼，做唔起啊。哦，错啦，更加有18有年纪嘅种吼。像个蜜蕉啊吼，佢青果呢，亮了安尼果呢。哎呦，安尼比一般的工作还佫高呢。错啊，啊，佢个条咪青苔啊。哦，有一摆吼，我个蜜蕉的事啊吼。哦，我唔是讲，个香蕉是安尼过来，本个香蕉打落来打掉腿哦。哇，用的么？全部条线哈，木竹一打开来，全部条线都一片啊，咧啪啪。哦，全部喺香蕉头个比安尼。哇，安尼几危险呢？都安尼。今年安尼落来吼，我都晓得讲哦，个香蕉都爱运用的来掘。都讲一条香蕉嘛吼，因为比多叶片，你都会割叶味。哦，嘿，割叶片。会多叶片，你都会割叶味。安尼，我更加吼有幅度咧啦吼，讲东方掘大下有骨吼，安尼佢都买多无天天咧熬下来，天天咧熬下来吼，个香蕉咱唔会，就唔会坏血。唔会坏血，啊唔会欠到只架啦，打到只架哦，哇，真是冇讲吼，冇学到吼，实在唔掂啊！我睇大下，看到香蕉安尼割一下落，冇佢掉下来喎。条摆唔掂吼，都香蕉安尼咪吼，多的都安尼。过来落去，都来打到起架。系啊，一强安尼吼，几下强安尼安胎嘅。蜜蕉青苔呢？唔系像个苹果香蕉。个苹果香蕉吼，佢安尼一强落来当4-5皮呢。个蜜蕉吼，佢差唔多有10皮啊，11皮安尼。哇，这几多呢？几重呢？哇，真是几厉害呢，人哋。基本年啊，除了听分享讲，这个有做过有个其他的工作的经验嘛，也
汤种的水果，啊，我看到讲，根本你有带来特别的东西，一个应该就係鳳梨糕吧。啊，唔知個係我睇做一個鳳梨糕，係咩？唔種嘅水果摕到嘅，更加嚟用一種方式嚟燒唔知個嘅水果，係嘛？係啊。係哦，你可以分享下嘛？都一個鳳梨糕是之前啊，吼有人聽，我都想講誒，甲做起來。哦，你本身都會做？係，我本身都做。哦，我是拿個一級證照嘅。係哦，係因為喺早餐店賣做店嘅時節開始都有去考嘅，又係講後市面去考。嘅是安尼啦，我去讀個食品加工。見人學來。哦。人學來，人曉得做麵包啦，做遐個西點、甜點這。嗰種你有一種料理嘅能力呢，吼，技術喺地邊。啊，你請教一下嘅人者哦，你既然有一個能力嘅嘛，總係按到像菠蘿蜜啦，吼，甚至於講蜜椒啦，吼，蘋果像另個種做一條個特別嘅水果，你有想過同一個能力同一個農產品結合好嚟冇？你有做出乜嘅無共樣嘅料理冇？個特別嘅？做啊無共樣嘅料理，都係講像做農會啊，吼，嘅家政科嘅啊，佢都講誒，我哋是31班嘅嘛，吼，是水果班。啊，佢都講誒，以前伊做電吼來拿個榴蓮蜜同個米，因為是個米啊吼，來結合，可用誒為了做嘛個用誒點心啊嘛個料理啊呢。啊，我都講好啊，啊我都想，我榴蓮蜜，種子伊叫做得做鹹飯。哦，啊我都去做鹹飯，做鹹飯啊，他個食道吼，門子都打開來，我用曉得做安尼咯。我講，係啊，我都有試過人那個鄰國吼做鹹飯，啊我都想講，啊我個榴蓮蜜的種子啊吼，也沒做得啦，濕的，吼，整理啊都像個菱角安尼，啊我都去做。做鹹飯，個榴蓮蜜嘅肉啊吼，拿起來，跟老杯安尼都細細啊皮安尼熟熟啊吼，都去做料理，做紅燒，還有做個榴蓮蜜荷葉飯，有一啲70-80歲吼，個婦人家講，哎喲我。是啦，按道說我都唔是試過安尼東西呢，又好新呢。啊，我實在嘛吼，我都冇用粉呢，我都用個安尼香菇啊吼，個材料安尼去炒香來吼，啊，人同個安尼香下落去。哦，嗰個榴蓮咩？其實個應用範圍幾多呢？吼，唔像頭頭講嘅其實個鹽呢，可以做飯嘅鹹飯，啊，其實個肉又可以去做一道頭頭有講到嘅乜嘅紅燒嘅啦，啊，又個可以炒嘅，真係冇想到，用皮哦，唔係講其實個肉哦，啊，其實肉吼，其實肉是去做冰淇淋，甜點嘅部分，做個冰淇淋，個實驗所。個廖博士啊哈，都問我講有在賣嗎？我講冇啦，而家我哋是實驗嘅，實驗嘅吼都做一系列安尼哩啦。不過真是認真能可以吃過那些人，人家市面上看冇嘛多一種產品啊，能夠吃過那些某一天哇，又冇叫我擼出來嘅。啊，像個榴蓮蜜呢鹽啊吼。我要去煮糖，昨天各種嘅老師啊，今日運動會咪吼，同我聽啊吼，一鍋湯，我都用個鹽，同個生鮮嘅菇啊吼，用個薑絲啊吼，用個刀啊，用一片嘅冬葵吼落去煲啊吼，今日講嗰種嘅食補糖咧，又炒一啲米粉，連續同我聽3年3拜。哇，認真，食太好，多出來抖音呢，一大忙厲害，我給你一個讚。
哇，观众朋友，哦，你这真是各位好学呢。唔看佢这个除了去种东西之外，佢还去考嘛个烘焙啊、料理的证照吼，去做按都冇用的东西哦，但蛮厉害呢。啊，不过还有更多精彩故事哦，唔好走开哦，休息一下，马上过来。我哋嘅人仔啊，佢嘅經歷啊，真是一單蠻豐富呢。啊，唔過除咗睇家政班教課之外呢，佢還有去哪度地方去教課，也係一種重新學習呢。繼續嚟請教佢咯。人仔前面時間講到話，為到愛辦嘅家政班吼，有大家學人有學無共嘅東西，嗰種去受到其他嘅委託，吼研究嘅嗰度無共嘅料理。啊，除了去送料理啦，也係講去家政班教嗰種手工皂啦，一種清潔之外，還有去其他地方教過冇？有啊，嘅沙琪啊，吼，啊羅藤園啊，哦，我頭嘅羅藤園都98年，搞到去年7月，人冇去嘅。哇，幾長嘅時間呢？係啊，我頭嘅都搞環境啊，啊洗髮精啊、清潔液啊、酵素啊，還有環保酵素啊，就是我自家有種結嘅吼，我都拿去做酵素。結嘅做酵素。錯啊！係哦，拿去嘅做酵素，去搞人啊，還有嘅桑葚，我咪拿去做酵素。等下哦，人仔，迄唔係乜嘅東西攏可以去做一個酵素啊？而家嘅用途係做乜嘅啊？佢嘅用途吼，我同講，酵素。是咧酵素，都喺體內環保。嘅環保酵素用途嘅樹葉啦、花啦、菜啦，也會都做皮料。睇下教嘅過程之中啊，不管係睇家政班，也係講羅藤園沙琪地方，有本印象過怎麼學嘢冇？也係講有本佢哋問題難過嘅。哦，都係講我環境嘅造型啊。係。今年問講誒，老師阿娘誒環境嘅造型吼要按講啊吼，你做得搞硬能做冇，若講做得啦，也吼用矽膠，矽膠成本都高咩吼，為你的企業出錢。哦，唔係會做翻模喎。對。哇，你這到底唔係有乜嘅唔會啊？人生都係安尼啦吼，食到老都學到老啦。哦，真是的呢。唔過唔講嘅一個食到老學到老，唔更加當然都做先生嘅呀，還係個唔要去要重新提學習咧。係啊，做先生是教人。哦，我哋會去充電啦。充電都會講。咩做學生咧？去學嘅像書記嘅嘛吼，像我哋安尼年紀啊吼，書記嘅是書記嘅天腦都是白痴啦。哦，唔好安尼講啦，其實應該講喺學習嘅過程失敗困難，因為算係個年紀過太，再嚟接觸嘅。天腦吼好啊吼，冇用。下擺來吼又唔記得咧，老師又教又講，哦上到誒，也我有學過誒，安尼操作起來都比別人更輕鬆啦。哦，安尼嘅人仔，既然更加喺度學一種人哋講嘅3C啦，吼，數位用品，你喺度哪學啊？頭嘅潮州嘅 DOC。數位學習中心，更加係談過一個名嘅嗰度擺，每個鄉鎮新疆都有一類一個類似嘅機關。啊，你哋嘅上課啊，上嘅課程內容可能分享一下冇？哦，都講我哋頭嘅學吼，學到青島嘅唔是學過嘅，有吼嘅有嘅吼，線上教嘅吼。哦，見學我見有興趣吼，都唔想講我下課誒，我攰，都安尼。嗰種唔係上，是上書記嘅天腦嘛，課程內容底部有教講唔能用辦去。有做比方說，我哋做東西吼，都
翕起来吼，做广告。哦，拍个广告。对啊，就是有录影，录影哈，那个广告，就剪接、修图，就这样子。哇，等下哦，你这这种广告唔系讲像翕相吼一个静态的相片呢，你还会录样啊，帮你剪接。哇个吼，拄安尼一节安尼接起来，咱伫讲哦，原来看天阳是按简单啦吼，他跟大天阳是无按简单。看个简单，啊，不过要做出一部天阳来，地会要用过多呢。个时间要用过多呢，都会好啊。系啊，啊你竟然真爽的一九张，有法度好讲做一个简单的短片出来。去年吼，去年都有翕个榴莲蜜，还有个个苹果香蕉啦，还有绿豆椪，那时候都有做啊。那时候做网红，那个乐龄网红的，结果也就是群主，我所有的群主都跟我上去跟我打气，结果2000多票第一名。哇，第一摆做一个面粉的感觉安样诶，这个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就讲安尼吼，大家都看到讲哦，这唔系张芸芸吗？大家都认识来，以为人家都唔认识佢都认识来，讲人用咩点咯？人咩网红嘅地位帮人吗？都安尼啊！像做一个录像短片啦，还是讲唔能去学一个数位学习中心的学员，全部都有做安尼一个短片出来呢？有，每年都有。系。哦，安尼。都个像个叶子啦，哈，还有个小影，还有美图秀秀，这一些。哦，等于讲数据方面这种软体，你们都有学到呢，哈。有学到。你除了拍一条片的之外啊，你自己还有利用一个在数位机会中心学到的东西去做其他的事情吗？有，尤其是早上那个早安图。等一下，那个长辈早安图呢，你可以自己做啊？都自己做。哇！啊，都出去路边吼，安尼拍照拍摄回来，自己就剪接，或者是做早安图什么的。都安尼啊，有人讲啊，样样会做，我讲真简单呢。以为吼来学的吼，像安尼年纪来学的啊，都唔晓得，我都搞起。当小老师搞起安尼。真是哦，喺喺课堂上也係講其他的地方啊。其他的地方咩有啊？像個寺院啊，哈，寺院也有些。买门外啦，买门外安尼都搞住讲，啊，也都真简单啊，都安尼啊。都等於講學會嘅，有一個能力嘅吼，你還會去教人都做嘅啦。你這個更加學嘅係喺學習技術嚟學習嘛？有技術。哦，你學習一條東西之後啊，有感覺到哪一部分係最困難嘅冇？是冇困難啊。學中做中學都安尼。一般唔會，人都做第二擺、第三擺，總係會。錯啊！像我哋嘅社區啊，吼，有個關懷據點，我都有個迄個我哋潮州吼，伫背個青島嘅社區都有個關懷據點，我哋要去教個老人家，教書記嘅，教個平板。哦，教佢哋用嘅用。教佢哋用嘅用。更加都講偏鄉啦，吼，嘅老人家同安尼都市嘅啊，吼，嘅安尼差距深遠。啊，教佢哋做嘅平板啊、手機啦，跟鄉城接近一點。都知，人哋講城鄉嘅資訊落差，都唔會安泰。對，那唔會安泰，所以吼。像個社區啊，吼，我頭個室內，個水準都有高啦，個鄉下嘅吼，都水準都有
都无安好啦。如果唔可以用那种山西的产品，唔晓得咧咩青岛啦，都同来抢就用。之前的唔抢用，更加唔系买的哟，还会普遍的哟。啊，唔自家睇普遍啦，吼，也系讲教人家做嘢的时间，自家会有失败讲抗拒讲么？哎呦，我第一摆要好嘢嘅，但系都个强啦，也系讲个坏势啦，做网红一件事情，唔系啊。唔会，我都讲唔晓得都会学，晓得，晓得都去教人。自家都更加好，假使讲有弄人家好，做也一种装批啦，人哋讲装批，唔可以鼓励佢吼，像安尼继续来学习，唔可以用某个方式来鼓励佢啊。我都讲。来去迄个数位中心哦，佮有青岛好教的呢，都安尼，来去看啊，都伫个，有个鱼啊吼，像草案部啊吼，上个书记的嘛吼，他家都教到唔上要几个，那个讲在来拍啊吼，啊都用诶上网。传那个FB，或者是说在相簿里面怎么传，用来做相簿，因为听一摆落去吼，含晓得，我都搞起安尼。意思係講，大家目標啊，係自家原本嘅觀念地方行出嚟，到數位中心啊，到其他地方去，好似下有可能看到目標嘅世界，錯嘛？哇，觀眾朋友，今日嘅人在分享嘅故事啊，真是幾精彩，有鼓勵到大家冇呢？確實有鼓勵到我自家啦。假使講有一個機會，大家愛盡量去學習目標啊，係自家嘅世界地方行出去看看啦，好似目標嘅東西，每天大家可以從人人在共用案例去多才多藝哦。今日再一次感謝人人在帶來咁精彩嘅分享哦，多謝哦。謝謝主持人，謝謝大家各位觀眾，謝謝。好喎，坐到更加有各位上，有冇呢？家家嚟運動一下吧。希望我哋福喜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